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聯邦大選分析，我係梁婉瑩 Janice。Hello， 我係 Edward。好，咁我哋呢一節咧就會同大家還原基本步。首先咧就要講下究竟我哋嘅聯邦政府咧係點樣組成同埋運作嘅喎。係啦，嗱，好多時候我哋就民主社會就一人一票啦，的而且確我哋係一人一票嘅。不過加拿大嗰個政治系統咧要組成政府咧，除咗一人一票之外咧，亦都有一個比較複雜少少嘅過程㗎。有幾複雜啊！嗱，不如先講下究竟有幾個席位先啦。嗱，我哋嗰個議會組成啦，就有好多嘅唔同嘅議員啦，聯邦議員。咁我哋個國會咧就總共就有343個議席嘅。咁我哋大家投票選出咧，就係要選出呢343個代表啦。咁呢343個議席係來自邊度咧？咁亦都係按住嗰個省嘅人口大多寡啊、大細咧而去有唔同嘅分佈嘅喎。嗱，例如咧最多嘅議席嘅係邊個省咧？就係安省啦。安大略省咧佢哋有122個議席。咁第二大咧就係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咧就有78個議席。咁而BC省咧就有43個議席。第四啦，講埋阿伯省咧就有37個議席。咁其餘嗰啲就唔多講啦。咁最主要咧就可以你睇到，如果你能夠喺呢4個省入邊都係好受歡迎嘅話，咁你都真係執政嘅機會就好大㗎咯喎。咁但係有咩複雜咧？嗱，複雜嘅地方就係咧，如果我哋喺 BC 省我哋喺加西咧，可能你住得耐咧，都發覺咧有時一個嘅投訴就係點解好似咧我哋喺投票嘅過程當中，嗰啲嘅政客唔係特別睇重我哋，嗰一啲嘅黨力唔係特別睇重我哋。個原因咧就正喺頭先你所講嗰啲嘅數字裏邊。譬如極端少少，如果有一個嘅政黨，佢竟然贏咗呢一個 BC 省，贏埋亞省，贏埋緬省，贏埋山省，佢4個省全部嘅席位都係一個黨贏晒，咁佢都係108席啫。但係安省如果有另外一個政黨，有極端地講，佢哋只係贏安省一個省份咧，佢就已經所獲得嘅議席咧係高過晒你4個省加埋。換句話嚟講，你比一比嘅話咧，即係話會組成政府嗰個咧，就係贏得安省嗰一個，而唔係贏到4個省份所有議席嗰個政黨啦。哦，所以點解我哋就係睇到點解嗰啲議員出嚟選嘅時候，佢哋嗰啲政綱咧，你見到唔係太過地區性嘅喎，似乎都係集中喺加東嗰邊為主嘅。係啊，比較多有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咧，簡單嚟對講就話咧，你一個政黨，如果你攞到嘅 popular vote 係多，唔代表你組成政府，而係咧你要攞到議席比較多咧，先至能夠組成政府嘅。冇錯啦。咁如果係講議席嘅話，頭先講緊啦，全國嚟講有343個議席啦。咁我哋嘅投票方式就好簡單啫。咁就係你嗰個嘅議員喺你嗰區，我哋都會係有全國咧有好多唔同嘅分區啦。咁我哋投票咧就唔好意思啊，你冇得投隔離省嗰個嘅，你淨係投你所屬選區。你隔離選區個都唔得啦，唔好意思，你淨係自己嗰個選區嘅啫。冇錯啦，你所屬選區嗰個議員，你就只可以選嗰個議員出嚟嘅啫。好啦，咁佢跟住我哋嗰個制度咧就係唔一定要有政黨背景嘅。咁嗱，真係實不相瞞，你知唔知其實我哋而家成日聽見咧，我哋嘅主要政黨咁就有而家嘅執政自由黨啦，最大反對黨就係聯邦保守黨啦，又有新民主黨啊，咁又有夫人集團啦。咁但係你千祈唔好以為咧，加拿大只係得呢4個政黨喎，但其實註冊嘅政黨咧有10幾個咁多嘅，只不過嗰幾個係大政黨咁解嘅啫。係啦，即係話佢哋真係認真地有機會組成政府咧，咁啊就係主要嗰幾個嘅。係啦，咁頭先講到話咧，你如果贏咗呢個 popular vote 咧，唔代表你會組成政府嘅。咁呢一個咧唔係理論上係咁樣樣，實際上咧喺加拿大選舉嘅歷史裏邊咧，常常都出現呢個情況㗎。譬如我哋睇翻上一屆嘅聯邦大選2021年啦，呢一個嘅自由黨咧，佢贏到嗰一個嘅 popular vote 嘅比例咧係32.62%。不過佢比較多嘅議席贏到係安省，所以咧佢總共係得到155席。但係加拿大嘅保守黨咧，其實 popular vote 係高少少嘅33.74%。不過佢贏到嘅議席咧，只係119個，
所以獲得呢個組成政府嘅權力嗰一個嘅政黨咧，就唔係保守黨，而係自由黨啦。咁啊真係你話即係而家保守黨都幾黑仔喎，佢唔單止上一屆係咁嘅，再對上一屆咧就即係2019年嗰屆咧，I'm so sorry， 佢一樣，佢贏嘅票係多，但係佢贏呢個議席咧係唔夠多，咁所以佢仍然咧喺再對上一屆2019年嗰屆咧，都仍然係自由黨做組成政府嘅執政黨。咁唔單止係咁啊，即係保守黨唔知點解。真係佢過去幾廿年咧，唔係試過2次係咁嘅。咁仲有再對上一次係幾時咧？就係喺1962年嗰一屆咧，同樣不過今次就調轉咗啦。1962年嗰屆咧就係保守黨執政嘅，咁但係咧就輪到自由黨咧就贏到嘅票數多過佢少少，咁但係由於議席少過佢都幾多下添嘅，咁所以咧1962年嗰屆咧就係啱啱調轉咗，咁就係自由黨贏嘅票數多，但係做唔到執政黨。咁仲有另外一屆都出現咗係咁嘅，咁呢個就係1896年嗰屆嘅議會咧嘅情況，又係保守黨。保守黨贏多嘅票數咧係多好多嘅，但係佢哋嘅議席咧係少啊，少過自由黨好多。咁所以嗰屆咧仍然都係你唔好理自由黨就係我票數少，但係我議席多啊，耶咁啊，於是就做咗執政黨。係啊，所以你如果睇近年咧嗰啲嘅選舉咧，個趨勢係呢一個加拿大保守黨佢嗰個票源票倉咧比較係喺加西，咁所以你點解會係比較蝕底咗嘅？嗱，如果你咁樣嚟到去理解咗一個咁樣嘅系統嘅時候咧，其實講埋身少少啊，同我哋而家點樣睇我哋成日都會喺個新聞報導裏邊所聽到嗰啲嘅民意調查咧，都好有關係嘅喎。聽聞其詳喎。嗱，我試下教大家嚟到去睇呢一個嘅民調咧，有2樣好重要嘅技巧嘅。第一樣就係、如果你話兩大政黨，即係自由黨同保守黨係叮當碼頭嘅話咧，即係自由黨嘅贏面係會比較大少少嘅。好多時候我哋就哇，睇下而家咧雖然係落後啫，保守黨但係爭3個百分點或者4個百分點，哇追上去就得啦。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就冇咁簡單嘅。譬如我揾翻呢一個嘅3月尾3月31號呢一個嘅 CBC 個 Poll Tracker 嚟到去做一個嘅例子啦。個 Poll Tracker 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淨係睇一個嘅民意調查，佢將嗰一期嘅民意調查擺埋一齊，就綜合有一個嘅數字。咁你如果有去睇嘅時候咧，佢就話自由黨咧，佢嗰個嘅支持率咧係42%。但係佢 projected seat 咧，即係 project 佢攞到嗰啲嘅議席咧，係197個。咁其實好多嘅，遠遠多過你組成大多數政府。咁然之後你睇呢一個嘅加拿大保守黨咧，佢嗰個嘅支持係37.5，你話哎呀咁都係爭少少啫。但係 projected seat 咧只有123。即係佢攞晒都好咧，佢都未能夠組成呢一個嘅大多數政府。咁然之後再睇一個數字，就係一個 probability of majority， 即係佢究竟嚟到佢有機會組成大多數政府嘅機率係幾多咧？自由黨雖然佢只係42%嘅支持度，佢能夠組成呢一個嘅大多數政府嘅機率咧係80%。呢一個加拿大保守黨話少幾個百分點啫喎，37.5，佢組成大多數政府嘅機率咧係1%。個原因就係點樣樣咧？當你去睇翻佢嗰一啲嘅支持度，因為呢一個嘅保守黨主要係嚟自呢一個嘅亞省、嚟自沙省、嚟自緬省。但係喺安省同埋呢個魁省咧，都係落後於自由黨嘅。就係一個咁樣嘅轉變咧，就令到去實際上表面上爭幾個百分點，實際就唔止咁少嘅。咁所以如果你見到啲民意調查話叮當碼頭嘅時候咧，你就同自己講，一般嚟講咧 ，statistically 咧嗰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保守黨能夠高過自由黨喺民調裏邊大概3至5個百分點係多過喎，先至有機會組成呢一個少數政府。如果自由黨要嚟到去組成呢個大多數政府咧，佢起碼要喺民意調查上邊咧係高自由黨8至10個百分點㗎。咁
咁所以呢個就你睇到點解即係各大政黨咧主要拉票咧都係喺加東嘅樣，特別就係安省啦。咁你會好奇怪，你覺得咁魁省都係第二大票倉嚟嘅喎？咁魁省你知佢有佢獨特嘅原因啦，差唔多魁人集團都攞緊咁滯嘅啦，咁所以大家兵家必爭之地咧，會擺咗喺安省啦。其實呢一個嘅魁省都會爭得幾勁㗎，因為咧嗰一個嘅魁人政團咧，佢有嗰個好明顯係嘅根據地咧，但唔代表佢一定喺嗰度攞到好多票數嚇，或者攞到好多議席嘅嚇。咁所以咧喺譬如喺而家嗰個民意調查嚟到去睇嘅話咧，嗰一個喺魁省嗰度咧，自由黨佢嗰一個嘅支持度咧係40.9，但係保守黨得22.4，然之後你睇魁人集團咧，佢得5.5嘅啫。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你比一比咧，點解自由黨個贏面咁勁咧？咁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去睇開選票嘅時候咧，有時即係當你 BC 省啦，喺西邊啦，有時有少少冇人嘅，因為如果有一個嘅政黨佢喺加東嗰啲省份開票，因為嗰個時差問題，佢哋開票先啦。如果一直掃到去安省有某個政黨咧，基本上係好貼近大多數咧，嗰啲嘅媒體基本上就已經宣布一個 projected winner 係邊個㗎啦。因為你計過，就算有一個落後嗰個政黨，佢喺呢邊贏到好多都好啦，佢都冇可能嚟到去追到㗎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你睇開票嘅時候，如果有一個政黨去到由呢一個嘅 Atlantic 嗰啲嘅省份，一直去到安省，佢都已經攞咗好多議席嘅時候咧，基本上你大概都知道邊個贏㗎啦。冇錯啦，咁但係仲有咧就啱啱講緊啦，點為之大多數政府同埋少數政府咧？咁大多數政府就係佢贏取嘅議席咧就係過半數，亦都即係以而家363席嚟計咧，就即係話佢係贏得343席，咁佢就贏得172票，佢就大多數政府啦。咁如果佢贏嘅議席係少過172，但係佢又係最多，咁點咧？咁就要係好似而家現屆政府咁樣啦，咁佢就要得到其他嘅政黨嘅支持啦，令到佢哋組成聯合政府，先至能夠可以喺確保以後嘅施政係順利咯。係啦，即係佢最低限度有其他政黨喺某些議題上邊嚟到去同佢一齊打龍通，咁啊肯支持你啦。聯合咧又唔好講打龍通咁難聽。係啦，咁嗱頭先講到咧睇民調咧，第一樣嘢就係如果你見到兩大黨係叮當碼頭咧，即係咧自由黨個贏面係會比較大啲。第二個 factor 你要睇咧就係 NDP 都有好大嘅影響，因為 NDP 如果係極度弱勢嘅話咧，即係話自由黨嘅贏面都會比較大啲嘅。嗱個原因係點解咧？喺加拿大嗰一個如果話所謂嘅政治嘅光譜裏邊咧，比較中間偏右嘅就會係保守黨，比較中間偏左嘅就會係自由黨，再左啲嘅就會係新民主黨。好多時候咧，保守黨能夠贏咧，都有一個嘅大氣候，就係比較中間偏左嘅票源分咗喺自由黨同埋新民主黨之間，咁以至到咧佢哋兩邊咧就都贏多，搶咗自己啲票。係啦，互相界下，係啦，咁啊於是乎就能夠令到呢一個嘅保守黨漁人得利。咁但係咧，如果呢一個嘅新民主黨佢嗰個嘅支持度係極低嘅話咧，即係話好大程度上咧，嗰一啲嘅票源就會落咗去自由黨嗰度㗎啦。咁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假如呢一個嘅新民主黨佢嗰個嘅民意嘅支持度係低過14%-15%嘅話咧，即係都幾大機會咧，嗰啲嘅票數就入晒去呢一個嘅自由黨嗰度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呢一個嘅新民主黨佢都幾嚴峻啦，係啦，即係視乎嚟睇呢份民調啦，大概9%至12%之間啦。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咧，即係話而家得利嗰個咧，贏面比較大嗰個咧，都會係自由黨。咁所以大家如果睇民意調查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睇總體上爭幾多個 percent， 你識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呢兩個 trick 咧都好重要㗎。好，咁我哋大致上咧就係聯邦政府嗰個運作組成啦，大致同大家講咗啦。咁我仲可以俾多少少有趣啲嘅資料大家聽聽嘅，就係唔好諗住如果係咁樣例如你係而家你係 NDP， 即係新民主黨嘅擁躉，又或者係聯邦
講保守黨嘅擁躉，唔得，我一定會落力去支持佢，等佢幫下手買多幾個廣告都好，等我捐多啲錢俾佢都好。原來係唔得㗎喎。知唔知原來我哋而家我哋對於政黨啦，每一個政黨咧，甚至係獨立候選人嗰個嘅政治捐獻咧，係不能夠多於1750蚊嘅喎。咁所以你唔好諗住，我諗住將我所有嘅利是錢17500蚊捐晒俾佢咧，都幾多利是錢㗎？唔得喎，不生減物嘅利是錢，原來係唔得嘅，係有限制嘅1750蚊。唔單止捐獻咧係有限制喎，仲有原來啲政黨使錢啦，或者候選人使錢都係有限制嘅。咁佢哋使錢咧就冇嗰個限制咧，即係個開政治開支啦，選舉開支，咁就冇講晒係幾多嘅。咁但係就係有唔同嘅區，咁相信咧就係由於睇下佢嗰個選區有幾大啊。你即係搭車啊都要來遠啲啦咁樣，咁只可以話咧就係而家佢哋嗰個嘅選舉經費嘅限制咧，最少咧就係103000幾蚊啦，咁而最多咧就係16萬幾嘅啫喎，咁所以千祈唔好諗住告急啊！等我買晒所有嘅電視時段，買晒全國報紙 ，I'm sorry 係唔得㗎，係有限制嘅。其實你嗰個告急咧，如果你真係想嚟到去幫助一個政黨咧，我成日都話你睇好多唔同嘅民調，即係每日都喺度變咧而家。但係最重要嗰個民意調查咧，就係投票嗰一日啦。你真係去投票本身係好重要㗎。咁所以咧，你無論你支持邊個政黨，你可能話我支持嗰個咧坐定粒60贏啦，或者我支持嗰個，哇！你頭先分析完，即係我贏嘅機會好低啦，咁我都費鬼事去投票啦。千祈唔好咁諗，因為真真正正最重要嗰一個民意調查就喺投票嗰一日。咁所以記得嚟到運用你手上嘅票啦。仲有即係最好係早啲投票添。好啦，咁傾到時間差唔多。